亲。哇！你今仔这个出场哪会遮活泼安尼？我就是蛤蟆公主啊！蛤蟆，你这是蛤蟆精才对啊！我无，我是珍珠，我是迄个珍珠，我就是珍珠。好啦，你用这是要创啥啦？甲今仔日咱要去佚佗的所在有关系啊？哦，咱要来食蛤蟆就对啊啦。可能啊，这大只的蛤蟆。这大只哦，食几个月哦。蛤蟆好多吃哦。嘿啊。到底要去对？要去对吼，我甲你讲。感应一下。嘿，咱要去。等。好啦。我甲观众介绍一下。哦是。咱这个物件就是讲，你唔知影咱这个物件要创啥，你甲摕去你这个台顶就知啊。哦。啊，你的头壳过来。你讲这长一个摄影师啊，伊就踮仔行，叫抽起，你看讲伊变形的，伊即世人讲伊是乌型的。较长较早伊变形的，现在你甲感应就知。我感应一下吼，今仔日要去倒位佚佗咧，来哦。哦。嗨，要去倒。好美丽啊！好美丽。好美丽。好美了。好不了哦，好不了，好不哦。咱要去嘉义啦，嘉义哦，嘉义，嘉义，好美丽，好美丽，是一个靠海的一个村庄，嘿，足古水，足淳朴的啊，这所在的普伦沙洲，嘿，是看起来就像一个好拍的。好拍咧遐，好拍咧遐，好拍咧遐，啊，大家拢叫伊好尾寮，好尾寮，但是好尾寮甲好尾是无共的哦，啊，这个所在呢，风景足水的，大家拢叫伊好美丽，好美丽，好美丽，真正好美丽，听起来就好美丽呢。请您去看看你想要来去？我想要来去，啊，你的，我的队员，队员是好美丽吗？有好美丽吗？有一个看起来今仔敢若红菇粿。你甲看卖，今仔穿衣服敢若红菇粿。咱有好，咱有菇，是，咱甲你欢迎出来。湘婷啊，阿雄啊，紧来哦，湘婷，来了，你知道吗？这是红菇粿。对，我想要查到一个是红菇粿，你今讲我清楚哦。乌菇粿。乌菇粿，你连家己想都唔知。是我今仔要照镜的。欢迎你气矿牌气盛小队，小队，气盛小队，咱家拢甲你赛教，哦。有听到咱今仔要去对无？好美丽，我有去过啊。你捌去过？你有去过啊？我细汉的时阵有去迄个拍盐巴的迄个所在，盐田。我其实哦。你第一届来吼？我第一届来啊！你第一届来啊？对啊！欢迎一下。对。因为我是在地嘉义人，我是嘉义县鹿草人，鹿草阮遐叫鹿草。其实我有去过布袋啊、东石遐有啦，以前东二毛去遐读册，拢有去过，但是。无啥物印象，因为去遐可能拢食蚵啊啥物啦，无头拄仔讲的好美丽，迄真正无去过。无去过。是毋是较庄较边的所在？对。哦，毋捌去过。伊遐较靠海啦。这算毋捌去过嘛，算隔壁的厝边的。系啦。今仔日呢，咱的导览先生呢是好美的新妇，好美了的新妇哦。伊本来伫台北吼，甲因翁开工厂生活过得真好。过了真好。过了真好，但是呢，伊好好的头家娘无做，伊决定爱转去庄卡，甲伊的大官顾希文去卖蛤蟆。你爱食苦就对啊。爱食苦，甲你共款哦。无咯，你无啦，你无啦。咱的导览先生的上古水的是，伊兼做社区导览，每一工拢少无闲啊，欢迎大海边管足快的好美新妇阿文姐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嘉义县布袋镇
好尾寮的好尾寮新妇。阿文静，你会使叫我蛤蜊娘，麦当叫我蛤蟆牛啦。蛤蟆牛，个所在蛤蟆牛。对，蛤蟆牛，蛤蟆牛，咱今日有一个开场，对，开场对吧？嘿，咱有1、2、3，开始。哈，雄起的蛤蟆农家。哎呦，厉害！好尾寮，金鸡喵。保证你来算一摆。都会掉。这个有3摆嘞，有3摆哈，有3摆。通年年啦，蛤蟆牛啦，来哦，欢迎，谢谢。啊，伫台北做当牛嘛，蛤蟆牛，吼。啊，我有查你的资料呢，吼，一年真100万呢。美金吗？代表啦，一年听100万。是卢比啦，卢比。伊客咧唔谈呢，嘿，啊，等于好尾寮，啊去迄个粉窑嘛，啊个温仔嘛，啊个做导览先生嘛，遐晒日头的呢。我当初是要回去的时阵吼，其实想要回去，佫无一定回去。阮公公甲我讲，阮大官甲我讲吼，迄查某人做袂去，查某人就是顾翁顾囝顾迄口鼎，所以讲叫我唔免回去啊。啊，顾气氛呢？嘿对，啊，所以讲迄伤粗重啊，叫阮莫伫遐顾啦。了后咧，就开始出外做一寡行销的工课，吼，行销的工课啊，所以啊到伫110年，我才转去伫阮好尾寮中心，搁开始认捌即个所在，啊，替即个所在做一寡，像阮会开一间公司嘛，啊，希望即间公司会当创造在地的就业机会，啊，互在地较侪人会当来遮做工课，啊，会当做有一寡收入安尼，啊，开始卖蛤蟆，开始将阮好尾寮真好食的蛤蟆去送互大家了解，啊，搁带导览，啊，搁带一寡体验教育，希望大家会当经过安尼一个旅行，会当搁认捌即个所在，啊，食着好食的物件，啊，有真欢喜的回忆，会当转到伫家己的厝里，会当做一个。迄个沟通加即个桥梁，是毋是你的导览都会结合时事？对，嘿，毋是讲古早时阵的代志。对，我拢会加像即马较入门的歌啦，还是讲较像讲迄800公尺、500公尺、150公尺，降落嘿，我嘛是会甲伊放伫我的导览内底。我头拄是想到一条歌啦，就红的啊，迄个韩国女团啊，伊就摕2个蛤蟆。蛤蟆 queen 卡，蛤蟆 queen 卡，蛤蟆 queen 卡，蛤蟆 queen 卡。安尼这条我讲做另外就我怀疑。真的吗？这条是主题曲，这条是主题曲哎。啊，我你做蛤蟆 queen 卡，来，出来，你伫对吗？你那来到好尾寮，要介绍什么？来，咱的蛤蟆开始。蛤蟆 queen 卡，蛤蟆 queen 卡，蛤蟆 queen 卡。这个我的，哎呦，真搞啊你！哎，你甲本来这个搞自闭的蛤蟆规个拢拍开啊呢。哎，但是伊是家己在地人的，唔捌去过好尾寮的。我唔捌去过。真的，啊，我来甲大家介绍阮好尾寮。其实好尾寮是家己。哎呦，你今麦要坐咧介绍，还是要开始导览？喂，你要坐遮开始导览，哎，欢迎啊，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蛤蟆娘蛤蜊娘，今日要带大家来去看我的故乡，叫做嘉义县布袋镇的好尾寮。咱来看卖，来去，哈！看一下阮这蛤蟆，其实好尾寮是一个庄头内底，总共饲蛤蟆有600公顷，600公顷差不多有偌大，就是差不多是咱。黄金左脚梅西踢骹球的迄个运动场，差不多放1000个，就是600公顷，嘿啦，骹球场哦，啊600公顷就差不多遐尼大。啊，阮遐80%以上的人拢是重视甲即个蛤蟆有关系工课，包括就是饲蛤蟆。饲粉叶啊，其实阮遐嘛是叫粉叶啊，饲粉叶叫粉叶。对，伫阮遐其实是叫粉叶，毋是叫蛤蟆。蛤蟆唔捌听过。就是蛤蟆，粉叶啊，阮遐讲粉叶啊，就是蛤蟆，蛤蟆就是粉叶啊。吼，因为
伫咱台北来到伫台北这个所在，可能较唔知影。阮也甲人讲，阮兜咧饲粉叶啊，伊讲哈，迄是啥物物件？捌听过啦，捌听过，但是唔知迄是到底是啥物，就是像咱平常时你去菜市啊看到咱讲迄蛤蟆，啊，阮遐80%以上的人是伫开始伫饲蛤蟆，是掠蛤蟆，还是讲反正就是甲蛤蟆有关的工课啦吼。啊，像这阮蛤蟆若转来的时阵，阮会做一寡先甲伊剪大细粒，啊，阮用的就是叫台啊。即个台啊物件，就是互人会当台即个蛤蟆会甲分大小。啊，你看伫咱画面顶悬看到这是毋是看起来安尼乌噜噜，看起来垃圾，敢若无洗。事实上，蛤蟆若愈乌，伊就愈健康；啊，伊若愈肥愈饱，就是越饱满呐，会愈饱，啊嘛愈好食。所以其实蛤蟆，你若去菜市啊看到迄乌乌的蛤蟆，你一定要马上甲买。是安那？嘿，迄敢是矿物质。因为伊是伫伊的涂骹内底，表示伊的涂粉真营养，所以饲起来蛤蟆就像讲，迄个物件咱食物件若愈食营养，是毋是咱就会愈健康？迄个蛤蟆就是安尼。而且阮有即马，因为阮希望搁较侪人了解阮迄个所在到底有啥物款的风景，也是有啥物好佚佗的所在，所以阮就安排，阮有设计足侪蛤蟆来去摸蛤蟆，摸蛤蟆了后去了解蛤蟆是食啥物大汉的，是啥物环境，伊会当感觉互伊足舒服的，互伊会当豆大粒，啊，互大家食。所以阮有带只安尼导览到体验了后，你有看，大家摸蛤蟆是毋是摸甲笑嗨嗨？这个时阵我就要唱一条歌咯，在大大的花园里挖呀挖呀挖，挖到的蛤蜊全部让你带回家。还有带吗？免钱哦。当然是爱付费啦，因为阮这你无付费哦，我都饲蛤蟆咧。伊是企业家呢。啊对，企业家。啊了后咧，来耍摸蛤蟆了，咱才会当耍啥物看啥物，因为阮迄个所在上较早伫咧300年前开始就咧拍盐嘛，所以阮遐叫做白色的粉加兰，盐粉迄当阵吼，伫阮迄个所在是真正足重要的一个经济作物。为虾米？因为阮遐有差不多2000人，拢是从事即种工课。伊有衫通穿，有饭通食，有册通读的时阵，都是拢靠遮的盐。啊，毋过咱台湾是属于海岛型的气候，所以当咱的盐若拍到要打的时阵，开始要收着无，开始落大雨，所以了后咱伫台湾渐渐这盐就开始荒废，无咧用。啊，无咧用了后，阮是咧甲伊拢做啥物？阮就甲用来做粉啊，就是拄仔咱讲的这饲粉叶、饲沙白鱼、饲虾啊，这个粉啊。了后的粉叶啊收了后，咱会当看下一张有看到足侪鸟无？这就是阮伫东尾的时阵，阮伫东尾，嘿，阮伫东尾的时阵，阮就是甲这阮的蛤蟆啦、沙白鱼啦收的了后，阮会捞一寡小鱼啊。小虾啊，互遮的咱来到伫咱台湾过冬的遮鸟啊，会当伫遮食，会当食24小时的扒费，嘿，食24点钟的扒费咧，啊，食好肥肥，毋是叫互推哦吼，是食好肥肥了，飞转到伊家己的故乡，伫遐迄个生囝、结婚、生囝啊团。下一代，啊！你看，搁另外看一张，这张就真正水。咱看卖，这就是有看哦，有经验着无？你看伫这冰静的温仔边吼，就会当看到安尼鸟啊，都是伫你的头前哦。你就是看到安尼，就看会到。啊，一件会讲的就是乌面腊杯。乌面腊杯其实乌面腊杯吼，咱伫台湾其实是友善鸟类一个好所在，因为每一冬的11月份是乌面腊杯会飞来伫咱台湾过冬的时，啊，这个11月份飞来。到过冬冬会差不多2月还是3月，伊会搁飞转去迄个伫咧日本较寒的所在。啊，伊飞来的时阵吼，阮有甲计算哦。伫今年就是旧年飞来，啊，今年2月份要飞走的时阵，总共来伫台湾有4200只。啊，全世界吼，会来过冬的所在有6600只，来台湾就4200只呢。将要60%的鸟啊，拢会陪咱来咱台湾这个宝岛来遮佚佗食物件，啊，你要食饱饱。台湾是就服务就好的过境旅馆，对，我们真的，讲有buffet呢，讲免钱的buffet哦，这是阮互伊的福利啦，所以伊足介意来咱遮，所以非常欢迎咱在座的所有贵宾，甲咱的电视机头前的这个观众朋友来遐看乌面腊杯。了后来，上重要是在看这个所在，这个所在叫做1920防风林的。是依旧爱你啦，你听这你啊，一听无哦，
就是依旧爱你，永远爱你的故事啦。啊，这个所在是伫民国26年吼12月份，伫这个所在有一张。迄个木麻黄伫遮了后，但是经过88风灾时阵，所有的木麻黄倒的倒，死的死，倒的倒，总规个变做乌暗。是安怎呢？因为迄个水，迄当阵就是淹水，淹水了，甲这个所在用甲足迄个荒芜，就是很足趴远的，啊无这个树啊，阮开始做富裕，富裕了后，即马行做是一个秘境，就是足水的所在，咱看另外一张。安尼，我拢甲讲，即个人所在，我大概伫导览的时阵吼，我拢会念诗句，互大家听。我拢讲吼，你看吼，这个孤藤老树昏鸦，小桥流水人家，夕阳西下，断肠人在天涯，就是这种沧桑的感觉。啊，所以这所在安尼看起来有水吼，有像绿光森林。所以另外一点，阮即马拢是咧行环保啦、绿色啦、永续啦，所以阮会用的钓竿吼，是阮遐个啊。钓竿是竿啊，啊，迄个浮动的所在是田径、田青啊，啊，落去钓鱼啊，安尼规组若落落水里嘛，不要紧，袂造成环境的这个污染，就是讲减塑的部分啦吼。你看阮钓起来这个鱼啊，是敢有想要食？先大只吧。啊，但是袂使食呢，因为这个所在是国家的，所以咱会当家钓起来观察，观察了后，咱再搁甲放倒转去。你有看到遐有一个浮动无？敢有看到迄个浮动？迄个浮动，浮标。哦，迄个浮动毋是塑胶的，迄个浮动是田青啊，就是伫阮海边啊有的一个植物，伊的纤维足厚的纤维，伊会浮起来。啊，即摆鱼仔在食餌的时阵，伊就会安尼，你就会当钓起来。啊，钓起来了，这鱼仔吼是会当互咱观察，因为这个所在是一个保育区嘛，阮是国家级湿地保护区，啊，所以你会当观察了后，你还搁甲放倒转去。啊，毋过你钓一尾鱼仔，结果无食鱼仔心内是毋是啊杂？袂得过。啊，无就食牛排好啊。无食排好啊。啊，都无人食。袂使食在地啦。无要紧，咱这袂使食，无要紧，咱来看一个会使食，因为阮伫好尾寮吼，阮遐所在就是我拄仔讲的，饲这个沙白鱼，饲虾啊，饲粉叶啊。你看，咱这掠这沙白鱼，因为沙白鱼其实是最有气力的一种鱼种，啊，所以阮爱团队合作。啊，有当时啊，阮带，阮拢爱带迄个小朋友的时阵，小朋友拢会斗牛迄个牵鱼仔网的时阵，就斗牛呢。啊，阮迄个所在，迄个沙白鱼有无？伊是最有气力的鱼种对无？阮遐人拢有讲一句话，迄沙白鱼若甲跳起来，拍着你的头吼，是会迄个脑震荡。啊，若天顶的啊，满天钻金条，啊，若要杀是安怎？无半条。啊，所以这是一个真趣味。啊，阮遐的鱼啊特别好食，因为逐工就有挖毛、啊土毛、啊水毛，所以特别好食。阮遐沙白鱼清甜佮好食，欢迎大家一定爱来去遐。啊，欢迎大家来去阮好尾寮，看好看的，耍好耍的，佮爱食好食的哦。对哦。够老讲呢。我有讲爱食好食的，巴肚会枵无？就要我昨到即马拢无食。你昨到即马拢无食？啊，要来食。安尼吼，安尼甲你讲是要歹势啊。啊，文姐，今仔日无安排哦。那安尼？有啦，有安排啦。我绝对有传好食。来，啊，这个好食的物件叫做爆壳蛤蜊。爆壳蛤蜊，啊，这爆壳蛤蜊内底就是有这个蛤蟆嘛，蛤蟆嘛，嘿，爆壳的。啊边啊，迄是啥？一个乌乌的，迄无？迄是叫蛤蜊 XO 酱。啊，文姐啊，还是？这内底，我当行过吗？这蛤蟆内底伊去夹着肉呢。爆壳，爆壳，伊迄是沙白鱼浆。哦，这是沙白鱼浆啊，伊就是有这个蛤蟆肉内底，了后佫有沙白鱼浆，啊，所以就甲阮兜的这个。物件伫碗仔内底的物件，拢来放伫一粒内底，够营养对，足营养的啊。连大罐嘛咧内底啦，因大罐爱心，因大罐爱心内底。你讲真正，系你掰开，看着蛤蟆肉伫内底。哦，嘿，你食看卖，真好食，试看卖。足甜的呢，足甘甜的。有米粒无？有米粒，有米粒吼。啊，你白水。我爱配这。啊，这配一个阮的蛤蜊 XO 酱的，你蛤蜊 XO 酱爱配一个。袂歹。好食吼。放伫遮。啊，这蛤蟆蛤蜊 XO 酱吼是用阮在地蛤蟆，啊，佮阮在地这个日晒菜脯，啊，伊无加防腐剂，无加化学的物件，所以食了袂。
这嘛好食吼。真正的花椰菜嘛好食，这花椰菜是用蛤蟆的汤落去烫的。哦，对。都这样袂歹。嘿，好食吼。这能够，个会当落去拌面、拌饭。菜脯就对啊。啊。对，还有比起。你讲全台湾的菜脯100%拢是对阮布袋出去的，所以阮就结合伊在地物件做在地食材，所以低碳足迹饮食。哦。对，安尼食，要继续，继续，你请坐。继续来去吼。你若是爱体验吼，蛤蜊就好哦，爱考试啊哦，爱考试。答对吼，就有好物件通食。但是讲咱拄啊食这蛤蟆，遮尔啊营养，遮尔啊好食，对不对？但是你敢知影，咱的粉叶也是蛤蟆，伊有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功能，甲咱的环境有关系，伊是环保小尖兵。会使食内底无好的物件。食沙吗？食沙，甲环保有关。会使做材料。嘿，对，啊，毋过有一个120分的答案，甲树啊有一点仔关系。树啊？甲树啊功能有一点仔关系。啊，伊会帮忙代谢迄个碳。二氧化碳。答对，赶快出来跳。答案，你爱听答案，健康的答案。有啊，好，咱的超级智慧互动装置，好不好？对。啊，是不是？你讲，伊跟我讲一个。伊会吸收迄个二氧化碳，啊排放氧气。我究竟有没有答对？答对，因为够团，为什么？因为蛤蟆本身吼，伊的这个壳吼，富含的这足侪碳离子，碳离子啊，这些碳离子是对对来，伊就是对咱海洋中有一寡碳离子，伊就要吸收了后，真做是伊的这个壳，啊，所以也当甲空气当中，也是海内底这个碳呢变成固碳，就是固碳，啊，固碳就会当减轻咱这个所谓的环境的一个碳的一个碳排放，啊，个就是互咱的迄个温室效应当降较上低，所以咱若食600公克。600公克的粉叶啊，就是蛤蟆会当固碳130公克。哈，足厉害的哦！所以加减食对咱的环境拢有真好的一个帮助。食蛤蜊救地球的。对。你刚才去北极圈遐用那个气，啊，毋过无法度饲，因为粉叶啊伤寒，伊无法度，伊会当适应的温度是伫3度到伫39度。你若超过这个范围，伊就活袂落去。伊拢食啥？大汉？伊拢食迄个长边金枣，还是小圆枣，还是绿枣，还是褐枣。啊，你是毋是无成本啊？阮爱压，迄个，阮爱做枣，迄个所在，阮讲叫做枣类，我们要制枣，那个都是要需要成本。家这个枣你。伊就培养起来了啊，压伫即个温仔底，互伊会当食呢。哦，是安尼来，品质是安尼来，品质安尼来，对。但是你有足济，你的鱼温啊，有足济品质足赞的蛤蟆。对。但是咱菜市仔买，无一定拢足青啊，安怎拣啊？安怎拣蛤蟆啊？好，来，我等下互大家听看卖安怎拣。咱请搭配甲即个豆菇甲伊捧出来。来哦，蛤蟆牛上栽。恁敢毋捌家己去菜市仔买蛤蟆？有我就爱食蛤蟆。你就爱食蛤蟆，你安怎拣？你拢安怎拣？我安尼啊，来，你来看来，阮的蛤蟆，你看这喙齿拢吐出来，你有看无？看到这喙齿无？喙齿拢浮出来有无？哎，这就是吐喙齿。嘿啊，伊扛起来啊，因为伊是活的，啊，所以伊会扛起来。哦，还抓起来，伊会扛起来。啊，咱来听看，哎呦，这有无？哦，这有看到伊的迄个喙齿伫遮无？白，迄个就是伊的肉。啊，咱来听看卖活的甲粉叶啊，甲死去的粉叶啊，到底是有啥物差别？好，咱听看卖吼。这石头的声音。这石头的声对不对？咱听这个。无共音的。这有空就是会空的声音。别死。啊，这就是活，你听哦。敢若石头声较清脆，较杂白的声。啊，搁另外一个，我摕一个死去的吼来讲，互大家听看卖啊。我甲你讲，你互伊找一粒死去的。哦，你找。伊讲伊就爱食，足够劲吼。哇。哦，有听到声无？无有去啊！无去啊！你讲你内底无去啊？无，伊这来，你看啊！你看哦，这声是死去，伊较空。啊，你若活的，你来听这活的吼。哦，有差。伊较杂白，啊，你若死去的就是
康哎，这就是金蛤蟆一个小技巧。啊，不过我回去的时阵，有的时阵拢会甲伊放冰箱，啊，摕出来，啊，伊就敢若收寒，伊就袂拍开呢。哦，这个时候我就爱讲，伊毋是讲袂拍开，有当时啊，伊若是你若想咧放冷冻，伊若死去的时阵，伊有一个备注，啊，迄个备注吼，若死去的时阵，伊就无弹性，无弹性，伊就袂安尼拔贵。哦。啊，所以你若冰伤久，伊嘛有可能是因为迄当时已经死去啊，已经搞自闭啊。搞自闭，啊，伊就是伊有一个迄个备注嘛，通常咱若受热的时候，迄个备注它会质变伊就噗。啊！你若死去的时阵，伊就是死去啊，伊就无弹性啦，无弹性伊就拍袂开。哦，嘿，但是会当食，嘛是会当食。只要莫有阿莫尼亚味就好啊，莫有阿莫尼亚味哦，这最重要。好，啊，即摆会使食啦，摕去食。好啦，安尼食吗？这个科技的物件哦，除了摕去以外，会知影啥物？啊，这嘛会使烘蛤蟆。哦，真厉害！你慢慢来等哈，你慢慢等偌久诶？无啦，咱食一个特别的物件啦。哦，啥物特别？我真正毋捌听过一种食法。你讲，是阿嬷的滋味，嘿，迄是真正古早味。咱拄仔是毋是食烧的？对。咱即马爱来食冰的。冰的哦。食冰的。蛤蟆甲冰，蛤蟆叫做蛤蟆冰。蛤蜊冰沙，你讲过吗？有这种物件？蛤蜊冰沙，我们要一饮而尽。这看起来就是下杯呢，夜市啊咧卖迄个。夜市迄个，其实吼，这就是咱讲是拉啦，啊，毋过阮遐叫做蛤蟆鸡。你看起来有蛤蟆鸡，你足补的咧，你暗时啊变变叫哦，补的呢。你就足咸的啦，阿嬷是。你食过嘛？你食过嘛？再讲，你。啊，文志讲就补的呢。你先食看嘛。来，干杯嘛！干杯！你要甲下掉就对啦。下。你真正食看麦？哦。真的。平我。哦，会咸吗？哦，汤呢？咸呢？有咸呢？有啦，但是滴滴会使接受，会当接受。敢若饮粿啊，迄个咸度。对，啊，即嘛咱啉这个汤了后，其实这个汤吼会当用来创啥？控肉、控猪肉、控鸡肉，还是落去生鸡肉了，落去。我想喝看。真的可以喝，这个好喝啦。真的蛮好喝的。不会死咸。对。好，啊，你啊，咱搁爱食啥物？爱食这个蛤蟆，蛤蟆肉你甲摕出来食看卖。这是用啥物去洗的？这是用中药，咱用一寡中药，啊个蒜头。哇，这水的，哇，这嘛足肥的咧。看者，好水无？有呢，足水。像我较早，我介意食迄个辣用生的，较好食。啊，这个你感觉安怎？感觉？我感觉爱两碗糜。嘛爱有秘鲁啦。哦，这配糜，配糜，嘿，用这配糜，你看，这肉拢薄薄吼，最好食哦，赞哦。所以欢迎大家一定爱来阮好尾寮，有食好食的，啊看好看的，啊个耍好耍的了，搁会当安怎好好啊享受你的人生是安怎讲？因为吼，咱讲海的人生，因为阮遐就是伫海边啊，所以叫海人生。海人生，海大人生。大家我谢谢呀，真赞。就讲这些，平时哦有咧社区导览嘛，就甲我讲，是不是？就好听诶。你讲伫咧社区导览就甲我讲，但是吼，我为伊这内容来看吼。应该无遐简单，无遐简单。我感觉伊应该是有去别个所在，还是去国外有看过人安怎去推广伊迄个在地的物件，啊甲咋？眼界无共，对无？是毋是感觉无共款？对无？其实我是进前我伫教会内底，我是基督徒啦，啊，我是伫教会内底，就是有带一寡青少年，啊，就是带因去像讲去骑独轮车啦，还是攀岩，还是溯溪，所以有做足侪活动，啊，我就写一寡文案，啊，所以我就是因为安尼来登到伫阮即个好尾寮的所在，开始用我进前所学的物件，了后家发展伫阮故乡发展，啊，希望。有搁较侪青年会当登到伫阮家己的故乡，会当重视安尼的工课。啊，你的工课遮侪，你家一个人哪做会来？就是做袂来，所以我有一个贵人呢。你有贵人？嘿，我有贵人。贵人就重要呢。对啊，就有才调，有才情，就有才情。啊，重点是。真的贵人，真的是真的，绝对不是假的，绝对不是假的，是真的是真的哦，真的贵人嘛是阿文姐的好朋友曾老师，曾金才老师，真的贵人。
喙手哦，性格呢？高水哦，人嘛就高水。那会老到安尼哈？迄个艺术家吼，拢爱有一项物件比人较长，拢爱老啊，我房拢短吼，啊，个人个矮，只是所以我有项物件较长，所以甲喙手老比人较长。老师是艺术家。哦，啊，你安怎成为阿文姐的过哩？我是伫咧8当前的时阵接触伫交通部公安局，甲我邀请来好美里，要做一个地方的特色，然后我就伫遐搭开始着手伫遐搭画所谓的3D 彩绘。嘿，画伫壁里。对，3D 彩绘，对。伊是一个画敢有家。通对的所在。想要看，因为穿物件，因为穿物件，有穿物件要送互大家。这个看手咧，看手咧要送互你。人来的，送物件。我是讲你动作足慢的啦，我起来睇啊，我咧做纪念嘛有吼。看一下，这是对啦。这是阮遐盐店啦，盐店。这老师画的哦。3D 的老师啊，你敢有看？你若摕相机也是迄个照相机翕拢 OK。是一个这高水的呢。汤啊，这个轻糖啊，是一个立体的，伫遮。对，迄个就是立体的。你若家较挖来看吼，就变讲伊徛一个桶仔内底。哦，这就是一个3D 立体的缩小版。我也是。是乌面lap杯，lap杯。啊，你迄是太阳鸟，耗子顶管摕是太阳鸟，啊，伊当放手机啊哦。啊，恁这是啥货哈？我这看无呢，我这是啥物？这好。好，活化石。好。哦是哦。介唔介意？是有介意啦。你啥物？多只吼，红菇粿吼，你甲边仔讲哦，这个怎么脏脏的啦？我哪有讲过？我听讲爱讲脏脏的，你讲讲香人的，你不脏脏的，我冇看过来宾安呢。这是有原因的，你咱先来做来听，啥物啦？谢谢。这是有故事的哦。啥物故事啊？老师，其实这吼是阮海边啊吼，阮西海岸迄边海边啊拢是咧饲鹅啊。啊，饲鹅啊呢，以前用鹅边啊，阮了那种湖棚式养殖，就是铺边啊。啊，铺边啊呢，伫东北季风来的时阵，也是讲冬天的时阵，甚至讲这鹅啊笼较可能7冬8冬了，因就歹去，鹅边啊歹去，啊就互海鹰拍来就留来阮的海边啊。啊，造成阮的海边啊，规个拢是粪扫，毋是粪扫，拢是鹅边啊，叮塔塔。然后阮就来捡这鹅边啊，啊捡鹅边啊呢，捡了要创啥物嘿？阮就是来做所谓的养滩。养什么滩？养滩，养路边摊啊？不是养海滩。养海滩。你也在养海滩？养海滩嘿。啊，那养海滩？伫2003年时阵吼，阮的海边啊，具体是安尼，吼，住家到遮搭是800公尺，吼，800公尺。然后因为阮遮有一个布袋港，它每年要抽沙，伊要抽沙，啊沙会往低处流，所以造成讲阮的沙一直咧流失，同啊刮走去，啊刮走去了，伫2010年时阵，你啊看这同啊变无去。拢刮走去啊，有无？剩咧一点点啊，啊一寡模仿啊，拢因为沙积无去，所以模仿也倒了，倒去了，才沙完全刮掉。然后阮就考虑这个问题，因为规个迄阵遮搭规拢是鹅边啊卡伫这个所在，然后整个迄个沙拢漫过空中，互阮遮饲蛤蟆开的规个蛤蟆拢歹饲。啊，所以讲阮就想者，想讲，有啥物办法会当甲这沙卖回过来液体，然后会当甲咱的沙滩个恢复，于是呢，我就用恁即马手里摕鹅边啊来做起啦，做挡沙，做围篱。然后伫东北季风来时阵，伊会形成后壁会有沙轮，一个沙轮，对，慢慢啊积，到即马呢，阮已经甲恢复转来啊。哇！已经甲恢复变安尼过来，变较大呢。这伫2018年的时阵，翕了我就已经恢复遮济转来。啊，所以讲，阮用这个方法，它。把这沙治疗，而且材料，而且阮的造林啊做成功，是因为这沙变伊是有一个高度。哦，阮一当会当增加2公尺的迄个沙的宽度，啊，一直向外口一直传出去。
哇，安尼，唔对，一直安尼一直长。对，所以你即马你手内底摕即个物件，其实就是歹去鹅饼仔所做的废物利用，所以伊为虾米看起来垃圾，啊，毋过事实上，伊是一个友善环境的一个利用的方法。这教育意义，你讲脏的，对。各位观众朋友啊，这个海花甲我就有关系呢。若是无老师啊文字。消失的情人节拍不了呢，是哦，你伫遐呢？你家迄边呢？哦，你伫遐呢？真的呢？就是伫沙洲，在沙洲差一个红，对，公安目屎啊！你感谢，你这会入围呢？无得奖，我落马啦！哎呀，那无老师你交去刷，这会消失呢？是啊，所以大家都消失呢。老师真正咧养摊呢，啊，伊迄个慢慢一直大到皮往遐去。哦，你去皮我们坐船咯。老师加油哦！你活较久，你话像甲好共款，活遐尼久。但是做这养摊的，这个无简单，是不是？对，无简单。因为吼，咱的鹅饼仔要甲采集吼，足困难的，是因为伊足大病，而且伊的长度足长的，而且伊吸海水，然后规拢是干沙，所以要处这去我一节吼，啊，伫咧160公分，阮会变成微粒，啊，拢会160公分、150公分安尼落去采。啊，要处这个长度，咱今仔日我嘛有带来讲，咱的鹅饼仔，要互恁来顾看卖，顾看讲，炸鹅饼仔来吼，为鹅饼仔炸来，要你顾看卖，看伊难度偌困难吼。咱安怎记？那不是就当吗？是就当。我就是这就对啦。是。哎，这大支呢？哇，这粗呢？哇，安尼哦。哇，所以本来你讲，是咧伫咧海顶悬咧饲鹅啊。所以顶悬拢有只鹅壳啦，迄个鹅仔仔伫顶悬。伊这不是铺伫水面。哦。啊，伊下骹是有像这种的物件会甲经我铺起，用这样甲铺起来。对，爱就是载浮载沉。啊，风台来了，就拢甲拍散。对，拍散就流入阮遐去。哦，流对咱拢卡伫海边变废物就对。对。有海味吗？对，所以你拢有海沙啊，嘿。所以尾啊，你这鹅壳啦。所以尾啊，你才甲收集起来。啊，你讲记一个差不多160公分。是。啊，甲插咧。是。插好规排了，互伊。就安尼，第一遐就是安尼插咧。对，安尼。即马沙来的时阵，就大家沙冻来。啊，全部用来插咧，沙而且形成沙轮。嘿，啊是爱安尼。对，安尼接吧。啊，沙拍过来，伊甲冻落来。啊，冻咧遮。嘿，对，啊，个拍个冻落来，愈来愈悬啊。对，安尼沙滩就会当断啊，啊，阮是用废物再利用，嘿，废物利污染环境。但是，各位啊，重点是爱试看卖，体验要聚集一下哦。啊，比赛了，赢迄队咱有小礼物。小礼物哦。系小礼物。啊，这就是家己开名，这有啥物？家己要开吼，好来记要开，小等下，咱们记的是记进前啦，咱一定爱分。两组咯，老师，哎，无拍摄哦，老师是坏哦，老师是坏啊，无嘿，我来就是话大都无坏。咱的来宾吼，来宾来宾，我这边哦，来这边，安尼哦，啊你我这个主持人呐。我主持人啊，你是试完小妹做伙，我们跟秘鲁做伙，哎，相体嘛是秘鲁呢，不要紧啦，你伫迄边，今仔是红菇粿啦，啊炖牛骨哦，然后顾茶吼，而且重点就是骨爱用拖的，唔是伫遐乌白肚，用拖，是安尼拖，将拉回来吼，爱紧等。啊，那这边这哪有可能拖？这无可能拖吧？你袂使搁记落，你搁记落，咱会输啦。老师你中计了。然后一个爱花咧，一个爱花咧吼，花啊一个大家直接两花一个骨。所以好，安尼 OK， 我来用清楚者。即摆咱两队要比赛，恁一队，啊，阮试看马小队一队。
啊，若是像名像就小礼物。对，就记这集甲记开安尼尔，就接单单嘛。这哪有啥物？啊，有人画，有人画像你画这边，啊，我画这边，啊，你记较紧，你记较紧。我记的是，你要先热身呐，先热身。好，准备好再接。用拖啊，用拖啊，等一下哦。记这个比赛，预备，加油！开始！要很小心，要很小心。哦，哎，你动刚刚都紧呢，用拖。哇，老师，好激烈！换手。哎，换接力啊！换手，加油！就顶了，就顶的嘞，用高呢，用拖。哇，老师，就顶搭配你个，你加油！啊，换手，换手。换手。我够跳。哎，加油！老师要成功啊！那就紧啦！我要成功啊！老师做功那就紧着。哎，紧着呀！我赢！出足济啦呢。所以你看，做这个主理动作是不是足困难的？有流汗无？哎，老师呢？老师跟他点头了。记啊，无2公分啊！有啊，就难的呢。拄只老师记的，才记安尼尔啦。就难的呢。哎，无简单困难。所以阮看咱的迄个荧幕，你就知影，阮在做助理动作的时阵，毋是遐尔啊简单。啊，毋过希望用安尼一个废物利用，互咱的这个台湾本来变散去了，会当个变愈来愈大块。这就是阮希望大家会当尊重这个土地，啊，爱这个土地。这个动作最有意义的，伊安尼甲插落的时阵，表示你来做伙来保护这片土地。今仔日咱淡仔甲记了，咱来签名。对，来签名，纪念。知影咱有咧做，尽一份心。有咧做这件代志。啊，签名了，我甲你带三顿的，你也甲伊带落去哈。来，甲你带落去。就是这支就是咱的就对吧？这个老师，这若是观光客去看到，伊讲这艺人大家拢有来遮。啊，大家就做伙做这件代志，这做意义的一个活动。对啊，啊，是啊，老师你想都无用电动的哈。啊，因为遐搭吼，阮今日破坏着迄个生态，啊，所以阮大家拢用手工，啊，然后阮是互一寡嘉义大学甲学生啊，就去合作，互囡仔去顾，互去体验。为什么你是签阿翔？你想要甲你朋友？这什么意思？为什么？无啦，你抬起来啊！你插起了有无？啊，伊迄刷愈来愈悬，迄感觉敢若是一个梦。啊，你是爱甲摆的对。所以名啊，签咧顶方怪怪啦。啊，所以我有一个拄好有一个同事，我帮伊做好代志。这是好代志，这是好代志。啊，大家做伙来做。做伙来做，但是今仔日的导览，你敢有满意？咱有讨论一下啦。咱拄则有食到啥物？有食到蛤蟆包、沙白鱼丸。对，啊，有迄啥物酱？迄啥物冰啊？XO酱。冰无冰啊？冰无冰哦。冰无冰。啊，梅嘛无来，梅嘛无煮嘛。会使团购，会使团购。蛤蟆。啊，手咸。哎，就罗水红菇粿。啊，罗水红菇。有小礼物的呢。哦，对啦，小礼物。对。对啦，这遮水着吼，艺术家上。老师讨论足久的呢。恁爱互阮有着顶吼，啊，阮得当送你小礼物。哦，有着顶才送小礼物哦，哪有人安尼啊？别公开总统咧，袂使去乌西去。哎，这是好物件啦。好物件就是你拄食的蛤蜊的手酱呢。嘿啊，老师来去玩哦。安尼，你若感觉今仔日吼，老师的这个导览内容，你感觉袂歹有意义，咱就把这压起来。哦。啊，若无，你就甲削派。安尼，阮的节目就是安尼啊，足偏激的啦，好不好？到底你有想要来这个所在佚佗无？1、2、3。谢谢，感谢你。OK。我也来问下佚佗。有爱的导览的，对一片土地，
嘛。我互咱的土地愈来愈成长。是啊，佮会使用胶路去平互偌好。3000年以后。3000年嘿。啊，你转去家己的时阵，是毋是爱去洗洗啊？爱去，而且离阮兜足近的啦，爱去洗洗，啊，看一下老师画迄3D 图啊。哦，是。红菇粿咧？红菇粿一定会去啊。一定会去。对啊。去遐，佮会使摸蛤蟆，对不对？啊，佮会使去用碟啊。我都最想要去遐插碟啊！我等下家自己插登去。好，插登去插。插登去插。我只讲有小咧问，哪一直摕掉咧？我嘛唔知哪会安尼吼。老师你记得拢讲的呢。哎呀，可以。这老奖咧，歹势啦，谢谢啦，我讲两个哦，哎呀，不是啊，你一个好，你啦，谢谢啦，非常欢喜，欢迎欢迎，多谢阿文姐，多谢曾老师，今日带大家有食有料，特别告诉购有色，做环保，嘿啊，啊观众朋友，恁若是有熟悉吼，足侪礼物的导览先生，欢迎伊来报名参加海导览先生，嘿，你礼物互大家哦，咱后集来上会。